事，你着善，你着孝。你虽然有时拄着真侪苦难，咱亲像约伯，伊嘛拄着真侪苦难。上帝要通过对咱的试炼，到上尾要互咱知影，伊所爱的旨意是啥，伊要享受的是什么偌大的福气。所以咱不是伫困难中，嘛是着爱感谢，因为咱毋知主是要伊的目的是啥物货。吼，咱着爱算，爱着爱写。好，咱搁来唱一首，迄首咱毋捌唱过啊，所以爱锻炼下你着知。来，咱搁另外一首200，163，听党现行，愿欢迎你。好，可不可以麻烦诗琴整首曲子从头弹，让我们稍微听一下哈，试试看。可能你会较好唱，因为会跳，吼。好，请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主。
即马咱礼拜就要开始，请会众将手机啊关机，也是调做震动。来啊，咱来唱歌，俄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当咱做伙吟诗来俄罗上帝，圣诗第163首，圣诗第163首，听堂圣神，阮欢迎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犹原徛伫甘心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父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等下重新来启用，启用文第55篇，启用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第6章。显着后，我来启，请兄姐来译。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你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你减无比因较贵重。你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日在活，明仔就互人等落火炉。伊减袂阁甲你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这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当咱甘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奇妙的创造。虽然最近有许多的台风生成，甚至从我们台湾旁边经过，但是都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也带给我们丰沛的雨水，来让万物生长，也使得我们有许多的蔬果、蔬菜都可以来让我们享用，也让我们在中秋的佳节能够平安的度过。而我们在享用主所赐的恩典时，也要向主来认错悔改。
我们在与人说话时，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对方，有时甚至自己都没察觉。求主让我们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说造就人的话。现在我们要聆听主的话语，求主使我们的心谦卑，也请主与林耀勋牧师同在，使上帝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行出主的样式。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咱甘心来读圣经，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到第9节。唔通欺骗家己，上帝是唔要得无慢的，人种啥物就生啥物。人所野的苦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成灭亡。人所野的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活命。做好事唔通想要善，若是灰心祈祷就通修成。那请教会诗班来学老，因要学老的是我专心信靠。愿一切水的歌声，作为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咱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顺着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神受永生。将时间交予牧师。咱安尼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这个奉献主日。伫咧咱也未安尼分享进前，咱先大声要透过一段即个圣经学院的即个请安的影片，来关心咱总会属下即个圣经学院的即个事工，咱请同工来帮忙。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望借这真侪传道者的回应，
伫草原保营的服饰中，通过上课，服务会生活更加有活力，重新互受好调的心有热情，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得着更新，将课程这个目标带转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伊伫这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上过课的传道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道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阮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道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总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借着合办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听，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的奉献，接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茫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完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食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意向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你献金，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多谢。这是咱总会所属的圣经学院伫咧新竹，咱共同来关心咱总会属下的即个圣经学院的即个事工。圣经学院安尼伫咧即个毋但是做像讲传道师拄好要派任的时阵的训练，以及咱所有信徒的即个平信徒的即个神学教育拢有做真好的工最近即几年佫特别伫咧即个灵性的教育的即个部分因有做真侪的即个努力所以咱共同来关心咱总会属下的即个圣经学院的即个事工，咱共同来关心大道甲奉献，请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理性的主理，也是总会安尼所设定的即个圣经学院的即个主理，阮伫即个所在共同来关心阮主理所设立的即个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即个圣经学院，愿主帮助阮，互阮会通时常来关心总会属下的遮个各机构所做的遮个事工，互遮个事工真正会通利益
祝你所有敬拜性，不管是伫咧灵性的培养，是伫咧信仰的造就，拢会通互侪侪人得到利益，也互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也将阮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愿你的话时常来安尼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学生。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会通伫咧，咱最近拄好安尼要接近即个11月吼，有咱的即个台湾的即个9合1的即个选举，咱有看见就开始有侪即个过去欺骗的代志。来安尼去互人暴露出来。即个世间上有袂少安尼欺骗人的，但是迄个欺骗家己的人吼，迄个人数搁较侪，甚至是包括信主的人。所以保罗伊伫咧伊的即个教训的内面，伊伫遐安尼对加拉太教会信徒讲啦，伊讲上帝。是安尼袂伫武万的，吼！上帝是袂用伫武万的。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意思？一个人自起是因为无将家己无将上帝安尼放伫咧眼内，伊看轻种轻看上帝，认为上帝无法度来安尼管辖伊，吼，无法度来制裁伊。如果一个人若确实尊重上帝，伊伫遐敬畏上帝，伊就毋敢伫迄个中间来自欺。咱会通看见着一个人，伊若确实伊是安尼得到上帝的祝福，受人尊重。即款的人安尼，毋是安尼，咱讲毋是一朝一夕所成就的，乃是。迄个人安尼真安尼侪年侪日甲上帝同行安尼做侪应神益人的代志的结果。咱嘛安尼捌看过讲有个人安尼伊真有信仰安尼即个名声嘛真好。入捌伊个人安尼会通轻重真重要。迄个责任，是甚至是真安尼大量的即个财物来交托即个人。只要伊讲什么话，别人就无怀疑；只要伊承诺什么款的代志，别人就完全会通放心。迄正是因为伊安尼当年伫咧中间，安尼做人诚实，讲话真谨慎，伫咧即个。财物的顶面真安尼，咱讲真廉洁吼，伫咧即个工作的顶面真忠心伊所讲的言出必行所得到的结果。咱嘛捌看过有人安尼伊伫咧中间安尼受人的即个敬爱，伫遐安尼得到侪人的关心，甚至安尼。得到人的同情，甚至也是讲纪念。迄是即个人伊伫咧当年，伊安尼帮助人体贴人安慰人，安尼顾念人所得到的迄款安尼的结果。所以孝敬父母，就会得到安尼子女的即个孝敬。安尼咱讲有爱兄弟吼，对兄弟。安尼真友爱的人，就会得到伊的兄弟的即个安尼疼惜；谦卑的就袂得到安尼受到凌辱；迄个温困的就袂得到欠缺。只要一个人伊若种下迄个好的即个种子，伊早晚一定会收到迄个好的即个果子。所以人伫咧即个生活中。所野的、所结的即个果子，甲着伊伫咧即个土里，安尼伫遐安尼所种做的，所野的、所结出来的即个果子，伫
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无共款的。咱会通知影讲，这个伫咧土年所野所结的这个果子，咱安尼有可能讲，我所种的我会通毋免去食，但是头前这个所讲到的这个，是咱必须要去食落去的。咱所野的，若确实是一个酸的果子，迄个种子，也是迄个会苦的这个种子。到伊结果子的时阵，伊所结出来就是迄个酸的果子，是苦的果子。你如果若无愿意食，会通安尼卖互别人，送互别人。如果若无人通买，无人通食，咱也会通安尼将伊安尼迄个伫咧即个路边，也是伫咧田里。但是如果咱若是所野的是迄个咱所谓的遮会讲叫做诡诈、自私、淫乱、贪婪、凶杀、嫉妒、强暴、羞愤、安尼狂妄吼，甲着贫惰，遮个种子，到时咱伊所结出的遮个，有可能是酸甲咱无法度去形容迄个苦甲咱无才调吞落去的果子。但是咱必须要一个一个甲伊食落去。迄个时阵，无论咱愿意食，是无愿意食，咱拢必须要真勉强来将遮个甲吞落去，甲食落去。佫毋那呢？佫是咱需要的是伫咧即个中间，咱需要安尼细嚼慢咽，伫遐安尼品尝咱所野的迄个种子所得到的迄个结果。所以侪人，咱会通看见讲，犹原嘛有侪人亲像安尼亲目看见别人所野的遮个歹的果子，然后佫食着遐个安尼又佫酸又佫苦的果子，伊也但是咧，当啉到家己的时阵，因却想讲我是一个例外。我是个例外，对我是讲叫做失效的，所以我会通任意妄为。所以伊伫遐安尼规将日伫遐安尼播下侪遮个罪恶的遮个种子，无偌久的时间，因所结的果子，因甲着因所安尼看见的遐个人共款。安尼的人是一种咱讲愚妄告急，但是徛伫咧因身边的人，抑佫伫遐安尼顺着因所行的即条安尼讲要得到即个财的即条路，佮继续伫遐来行。咱讲前仆后继，那亲像拢无看见头前的人，伊过去伊所行所做。那亲像讲安尼个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所以伫咧咱今仔的经文内面，佫一下伫遐讲起讲，毋通骗家己，上帝是袂用伫侮慢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即句话毋是咧对遐个无信的人讲的，乃是咧对加拉太的遮个信徒所讲的。保罗是伫咧迄个所在，伫遐来警戒加拉太信徒，伫遐来劝勉因，教导因毋通忽略即个真严重的即个事实，免得因安尼受到损失，遭受灾祸。如果加拉太的即个信徒需要即款安尼的迄个安尼劝勉，安尼，佫有啥物款的信徒是无需要即款的劝勉？如果保罗伊必须爱伫咧中间伫遐来靠着即个加拉太教会伫遐来苦劝，咱兼是共款嘛，需要来苦劝今仔日的教会。如果咱无愿意来得到迄个歹的即个修行结果，无愿意食到迄个又佫酸又佫苦的即个果子，安尼咱就应该来留心，咱今仔日所野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果子，啊种啥物款的种子。
到底咱是顺着即个安尼圣神伫遐来所压，是安尼来得到安尼即个咱讲永恒的即个果子。所以弟兄兄弟，咱进前咱已经有分享过，知是无够个，知影搁做，但是知做袂到，咱就永远得袂到。只有知影做到，就会通得到迄个永恒、搁甜、搁水的迄个果子。顶礼拜咱讲起叫做谦卑，是一个谦卑是啥？是无家己的迄个锁匙，做是骄傲的迄个结果，以及做对倒会来。煞接咱要来讲的就是安尼，骄傲对倒会来。谦卑甲骄傲既然是即个人的迄个自由的意识所做的即个选择，安尼为什么咱会做出迄个错误的选择？咱伫遐来选择迄个骄傲，这是因为咱听信着即个撒旦的即个白贼话甲着伊迄种安尼不择手段，为着要满足家己心中的迄个欲望，这就是私欲。所以夏伊听见着即个撒旦对伊所讲的即个白贼话掠做讲即个分别即个善恶果的即个树顶的即个果子，食了会通亲像上帝，伊就做出一个真骄傲的即个选择，直到伊背叛上帝。直到如今，撒旦犹原继续伫遐来欺骗，用各种的方式来欺骗咱，互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追求，伫遐来满足咱家己，以为即个咱讲最终之乐会通来互咱得到满足。但是这却是一种的咱讲假象，真正有法度来满足咱家己吗？伊确实会带来迄个暂时的迄款的满足，但是后壁所带来是一个什么款？是一个更较大的迄个痛苦，互咱安尼受到捆绑，甚至咱讲上瘾，失去控制，失去自由，直到坠落甲灭亡。咱会当看见着侪人安尼，伊看到别人亲像讲有个人伫遐咧伫遐吸毒，看伊安尼飘飘然，那亲像真好，伫遐真欣赏。咱嘛来甲试看卖咧，结果试的结果就是慢慢一遍两遍，那像感觉袂歹。后壁到落尾，你无吸毒品，你煞怎啊挡袂掉？你受即个毒品的捆绑，迄是共款的意思。今仔日有偌济咱安尼伫遐咧捆绑咱的代志，是因为咱伫迄个中间，咱受到即个咱讲已经成瘾吼。迄款的瘾有可能是自高自大安尼骄傲所造成的，直到咱伫迄中间失去自由，甚至坠落尾手，就咱今仔日经文内面所讲的，直到败坏灭亡。所以圣经伫遐来经过咱讲安怎，毋通伫迄个中间安尼对着即个安尼讲情欲伫遐撒种，嘛毋通照着咱的即个肉体来安尼做选择，因为安尼的迄个结局就是败坏甲灭亡。撒旦时常用的一个即个欺骗就是我没有我还要这是一种的迄个满足私欲的一种的欺骗。咱掠做讲我无啥物款的物件我要爱啥物款的物件了我若会使得到即个物件各怪我的生活就会变了较好。事实拄好颠倒。当咱伫遐来强调我要的时阵，咱就去互伊安尼迄个落伫咧即个撒旦的迄个圈套内面，互迄个所要爱的迄个物件事物伫遐来甲咱绑掉咧，甲咱捆绑掉咧。亲像咱安尼想要得到安尼搁较侪的即个物质的享受，结果就是诚侪迄个金钱的即个努力。
活伫咧即个困迫甲一个迄个痛苦的内面，甚至落尾手为着所要爱，比较咱就若一无所有。另外一个撒旦的另外一个的欺骗方式就是，我有，我要搁爱，搁较有，搁较济，这就是贪婪的心。我要安尼要得搁较济，就去互迄个安尼去互即个所要爱的物件，安尼捆绑搁较深。我要就是用着家己最重、最主要的一款的生活方式。将咱家己来伫遐来不断伫遐来放大，互撒旦伫遐留落地步，互伊有机会来破坏咱的性命。圣经甲咱讲安那，讲世上时常看见而且的私欲有啥物货？伫遐圣经讲起讲有即个安尼肉体的欲望、目睭的欲望，甲着顶家己的即个财富。华语讲安那，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若是伫咧物质上，嘛包括着权利着名利，以及侪即个情欲等等即个事，即个事欲抵到咱伫迄个中间来犯罪，互咱伫遐来受着苦痛苦。咱若要安尼，迄个要爱就互迄个要爱的物件要即个人。事物等等遮个，伫遐甲咱规个甲咱绑掉咧，捆绑掉咧。所以咱伫咧看见，不管是伫咧咱的婚姻伫咧权力的斗争、社会问题等等，拢是因为安尼的迄款的欺骗。咱安尼讲，我要我要爱，安尼看起来，那亲像是得到，咱结果咧，上落尾咱却是安尼丧失所有的。伫咧咱最近上直接的咧，就是俄罗斯的即个例子。即个想要做皇帝的即个普丁，伊伫遐来安尼攻击乌克兰，伊是讲我为着要揽搁较大的权力，伊伫遐来出兵。结果咱会通看见，对新闻即马看见，就是伊即马会通讲叫做一无所有。但是你看嘛，伊敢有因为安尼，伊就来伫遐。来伫遐忏悔认罪，无，伊悠然继续硬心伫遐，我要，伊想要家己伫遐来做皇帝，直到就是俄罗斯规个国家来规个互伊拖落去，佫毋若安尼，全世界嘛对咧受着影响。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安尼，当咱伫迄中间安尼落伫咧迄个。我要即款的撒旦的即个白贼的时阵，咱所受到迄个影响，偌尔大。但是耶稣伊选择一个无共款的方式，伊伫迄中间伊伫遐用着什么款的方式？伊选择谦卑的即个榜样，拄好甲即个撒旦伊的即个所传达的，拄好是安尼倒变。耶稣伊拥有上帝的迄个地位，拥有即个世上所有一切，伊却选定放下，伊伫遐来道成肉体，活伫咧咱的中间。耶稣的原则是啥？耶稣的原则拄好是我要，但是我不要。我有，但是我不要。迄个我爱。就是活伫咧无想要拥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心态内面，选择一个啥物款的安尼，无为家己活，嘛无伫遐来追求满足家己，拥有原本是一个祝福，但是想要拥有的迄款的心态，却是互伊变成做咒诅，带互咱极大的迄个伤害，亲像讲囡仔是上帝托管，互咱的迄个产业，甲着迄个祝福。若是咱想要爱拥有咱的囡仔，就开始出现问题。咱伫迄中间安尼毋肯放手，咱伫迄中间安尼伫遐安尼甲遮个囡仔掠条条的时阵，咱就发现即个亲子之间产生了问题。
如果咱若肯放手，无爱去拥有，互耶稣来伫遐来接手，这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咱会通看见，咱伫咧看见着，不管是伫咧亲子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是伫咧工作顶面，伫咧甲人际关系顶面，拢伫遐出现同款的问题，就是当我要伫咧中间，咱想要安尼占有的时阵，至到就出现问题。所以咱伫咧这中间，咱需要的是咱需要放手，就咱会发现讲，就当咱放手，咱无爱去拥有的时阵，咱就会赢过咱头拄所讲的迄两个欺骗。咱需要有安尼迄款的信念，就是安怎？若是干那叫做我有，我不要，而且是不管我有，是我无，我拢会通买。这就是一种的知足的心。用着咱所拥有的，咱伫迄中间来满足，咱就有法度来超越迄个撒旦的迄个踮伫咱即个世上所建立的迄款体系，无搁再活伫咧即个撒旦的即个掌控的内面。迄个我有我无，是要为着耶稣，为着别人的即个好处，主动伫遐来放弃所有的，也就是迄个无家己，也是讲舍己。伫迄中间，咱用着迄个只有为着耶稣，为着别人的好处，咱伫遐无伫遐为着家己，咱就是用一种的舍己。其实，当咱拥有耶稣的时阵，其实咱会通发现讲，咱其实当咱拥有耶稣，咱就拥有一切。因为既然咱知影主耶稣伊是迄个掌管宇宙万物的迄个主。当咱拥有主的时阵，咱敢毋是就是拥有即个宇宙一切万物嘛？如果咱若认清上帝是咱一生的迄个满足，迄个即马即个世间的这最终之乐，就无搁再成做咱的起因的动力。撒旦的欺骗甲着耶稣的原则上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伫咧迄个我要甲迄个我无爱。我要就是一种拥有的心态，追求家己的欲望，互咱安尼，互罪的即个私欲所捆绑。伫咧中间，安尼哪想要拥有就哪痛苦，就互即个世界伫迄中间伫遐来甲咱控制，互迄个得与失伫迄个中间不断伫遐来影响咱。若是耶稣的迄个原则，是迄个舍己，讲我无爱。就是一个无想要拥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心态，安尼我无爱就会通，互咱无受到即个罪的即个需要的控制，活伫咧迄个自由，甲着即个内面来赢过即个世界。所以咱用想象讲，当咱伫遐咱想要拥有一切，是拥有侪侪咱所期待的事的时阵，迄个需要就伫咧中间来产生，无想要拥有迄个需欲，就无伫咱的心内伫遐来安尼来发生。咱用一个上简单的例，就是用金钱来做例，因为人拢想要拥有，无人期待安尼钱较少的。但是咧，咱伫咧中间，咱若为着要得到更较侪的金钱来伫遐来活，甚至咱有人会伫咧为着要拥有更较侪金钱，致使到咱伫迄中间不择手段，金钱就伫迄中间将咱控制掉咧。安尼咱要怎样来赢过？上简单就是不安尼无想要去拥有，无想要拥有，即个钱就无法度来控制咱。咱就袂去互金钱来伫遐来影响咱甚至咱有法度伫迄中间伫遐安尼真自由甘心的奉献，用伫咧上帝的国度的内面。咱毋通安尼伫迄中间安尼真安尼忽视，讲轻忽咱心中的迄款安尼的需要。
一个小小的迄个私欲，会通成做撒旦毁坏咱伫咱属灵性命内面的一个咱讲破口。心中安尼，如果若有私欲就会对外在迄个有益开始产生了反应，心就会安尼产生侪的迄个咱讲会产生波动产生迄个挣扎。咱就伫迄个中间，咱的心受到动摇，最后照着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带来，就是败坏甲死亡。所以咱会通看到伫咧圣经内面上直接咧，就是啥物，就是伫咧新约内面，犹大就是上好的咧。犹大为什么卖耶稣？是因为伊开始伫咧中间，伊心内有侪遮个贪财的即个迄个私欲甲意念，照着即个私欲，撒旦就将即个卖耶稣安尼迄个意念就放伫咧伊的心内，敢毋是？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犹太伊心内伫遐贪财的迄个私欲，佮加上迄个外在的迄款的引诱，迄个卖耶稣的迄个机会。互伊安尼伫个中间，伊伫遐开始爱做一个选择。其实咱会通看见，犹大伊其实会通选择犯罪，是无爱犯罪。耶稣照着安尼，伊伫遐为着门徒伫遐来甲门徒洗脚的时阵，伊伫遐耶稣伫咧最后晚餐安尼擘饼互门徒的时阵。伊伫遐擘饼互犹大，伊一再不断伫遐互犹大机会，会通伫遐互犹大会通来伫遐谦卑反悔。但是犹大伊伫遐无愿意选择谦卑悔改，所以伊落尾伊只有安尼互迄个撒旦进入伊的心，互伊安尼伫迄个中间，就来进入伊的心。怎来卖耶稣？上落尾，咱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也看见，就是伫咧中间，因为伊卖耶稣，伊出卖耶稣，直到落尾手嘛丧失伊家己的性命。所以恳求圣神不断伫迄中间来光照咱，来引带咱，互咱会通搁一摆因为圣神的引带。帮助咱会通脱离咱迄个骄傲自高，迄个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迄个活出迄个无家己遐谦卑弃权，来互天父掌权安尼的性命，咱就要看见一个咱无共款的迄款的性命，是一个安尼超脱迄个，互即个世界来伫遐来影响咱。互即个世界无搁再伫遐来甲咱捆绑，互咱所活出迄款的性命是一个迄个安尼，迄个讲叫做顺着圣神，互咱会通受永远活命安尼迄款的性命。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即段经文，搁一摆来帮助咱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咱到底今仔日咱所活的迄款的性命，咱内面。到底有偌济是为着家己？到底阁有偌济是效法主耶稣看无家己？当咱愈济安尼不断伫遐来反省，咱的性命就要安尼有一个无共款的一个结果。所以咱阁一摆好好来亲像牧师今仔日犹原共款列出3个问题，咱好好来想。谦卑甲骄傲，既然是人自由意志所做的即个选择，为什么咱常常要做出错误的选择，来去选择即个骄傲？咱是安怎会有安尼迄款的选择？如果咱若是安尼选择的时阵，安尼咱要做出什么款的具体的行动来做改变？第二个，撒旦的欺骗，伊伫遐讲我要搁爱。迄款的实质到底是啥物？会造成咱生活什么款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第三，
如何来超越即个撒旦的即个体系，赢过撒旦的即个白贼。我无我袂，佮我有我嘛要佮爱佮较济，无佮再活伫咧即个撒旦的即个掌控的内面的时阵，撒旦的欺骗甲耶稣的原则，安尼上主要差别佮在伫咧啥物所在？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佮一摆定心来去思考，咱要怎样活出一个真正有迄个耶稣基督的香味，互咱真正安尼。会通见证主的荣耀，互主真正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掌权作王。我相信，当咱安尼不断伫遐安尼做的弃权，做的互主耶稣掌权的时阵，咱的生命会哪来哪亲像主耶稣。过来就是人看见咱的生命，就要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个人看见咱是以爱要亲近咱，人看见咱就人要哪来哪。安尼欢喜意爱，甲咱安尼毋若甲咱亲近，佮意爱对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因为人看见咱的生命，就知影讲，即个人伊的心内真正有上帝。迄款咱的生命，才是一个安尼值得咱去安尼多无去努力的，互上帝的生命来。主耶稣迄种迄种安尼谦卑弃权的迄款的生命，来代替咱原底本底迄款俗世迄个骄傲自高迄款的生命，来做一个改换，咱的生命就要安尼不断来唱出主耶稣基督的香味。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看见阮家己的生命是遐尼自高自大，直到阮无真实来认捌阮家己。但求主你怜悯阮，帮助阮，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阮，来提醒阮，互阮真正欢喜。来效法主耶稣的迄个谦卑顺服、弃权，互天父掌权，安尼的迄款的心，互主你伫阮的心内来真实来掌权作王，互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为着要来荣光主你。主恳求主圣神不断来伫阮的踮伫阮的心内。毋若掌权作王，搁踮伫阮的心内，互阮真实来安尼学习主你的话语，搁照安尼来去行，阮就要安尼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不断来安尼兑现，来活出主你的款式，来互人，因为阮的生命也来得到安尼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祈祷拢上个创造佢的性命，阿免。那咱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93首，圣诗第593首，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请咱起立来转首。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你到落只希望生命看无路，你所定的阮事逐项想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阮所你就算着笑，主的阮所你强生活。上帝大慈悲，有时我愈烦恼，直到心乱乱，要伊上帝听他
去建立大机会，无地土开送向水里有出体。你所定的阮所亲阮袂见地，你的宝贝贵剑无空地天。主的阮所你着生着笑，主的阮所你降生为了，主的阮所当生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见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无伫落只希望上帝愿做主。你所定的阮事，照故事来讲，主的安慰因托到天顶飘向，主的阮所你着生着笑，主的阮所你降生为了，主的阮所当生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请坐，当咱来奉献，请吴承安执事、简秀美执事示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赐，互咱有一个平安的一礼拜。主啊，感谢你透过无数的工作，互咱知影主你的意向，互咱知影咱未来要安怎行。只是咱奉献咱一丝淡薄，互教会使用。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姐。当咱做伙来念本周经句，本周经句是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咱做伙来念。人所野的，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成灭亡。人所野的，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就会对圣神守永远的活命。太书第6章第8节。这时候我来报告，报告前，请问有新来的朋友吗？
那我后面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我不是新来的，我已经之前是上来，我是九二教会会友啊，现在在那个跟他的父子家当社工，有时候没回去做，就会因为我是教育的，他其实是对要来讲，他其实是来。好，我现在来报告。第一项，本主日为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由本堂林耀熙牧师代表请安报告及证道，请该兄姐为该院平信徒神学教育事工关心代祷与奉献。第二项，圣学信德奖学金申请至今日截止，25日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以10月2日社教主日颁放。第三，今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第四，24日礼拜六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25日下主日礼拜后召开长子会，请长职预备心。第五项，10月2日起，每主日上午8点半至9点20于教育厅地下室成人主日学开始新课程主题，主题为律法书，讲师吴芬兰传道，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下周侍奉表，请有侍奉的同工留意。牧师，请问有补充？弟兄姊妹平安。咱伫咧即个具体消息的部分吼，伫咧第一项，即个是迄个咱城中的即个大传播吼，有教会网络事工的面面观即个内底有关网络的即个侍奉吼则请咱的影音小组的同工，若时间都合会好势吼，拢尽量来参加。另外就是伫咧即个咱第4项的部分吼，咱即个肢体消息第4项的即个部分内面即个携手爱无限的即个关怀事工的即个培训课程因为即个训练单位因要知影讲有偌济人参加，所以若是你时间都合会好势会用来参加的兄弟，请咱尽量安尼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就来即个办公室来报名，安尼才互因有法度知影讲因爱准备偌济的遮个材料等等遮个，所以请咱的遮个同工注意，嘛鼓励咱所有兄弟吼，尽量若时间都合会好势，咱拢尽量半工来参加，因为即个事工需要真济同工吼，咱约了咱伫咧咱教会，因为咱规个宜兰市吼，咱规个宜兰市总共有698户的即个弱势的遮家庭，吼，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所以咱敢若目前伫咧咱宜兰市差不多有6间教会来登记要来关心遮个弱势的家庭，所以每一间教会差不多爱安尼100通户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这需要有真济同工，所以邀请咱所有兄弟，咱若时间都合会好势，咱尽量来参与咱来做好即个关心的即个工作，这嘛是一种咱的信仰的一个展现，互侪咱的遮个弱势的家庭会通借着即届即个携手爱无限即个关怀事工来安尼得到上帝的即个疼，嘛感受到上帝的疼，特别是咱要发放的即个时间，应该是伫咧11月底、12月初迄卡搭吼，所以拄好要接近圣诞节，所以咱会通期待讲即个事工会通安尼，互侪遮个信徒安尼，毋是信徒。即个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会通安尼，搁较侪领受着主耶稣的疼吼。以上的补充报告。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台湾即将迎来了9合1选举，在每次的选举期间，都有候选人之间都有许多的攻击许多的抹黑，进而分裂了我们台湾的社会。但是求你让我们人们知道，掌权的是你，我们会顺服由民主制度所选举出来的地方首长的带领，但是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有你的安排。也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让在这个选举期间，依然能够信靠你，借由你的圣灵的带领，选出合神心意的领导者。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中秋佳节与家人朋友们有欢乐的时光，人们的生活也逐渐的回归正常。但疫情仍未平息，许多的医疗人员也还在努力。求主给我们智慧与能力，克服这次疫情的难关。而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有许多的难以说出口的难处，无论是身体的病痛、经济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之间的摩擦，都求主赐下圣灵，亲自的来带领、医治我们、安慰我们，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好。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这是咱来迎圣灵。圣诗第394首，圣诗第394首，这是礼拜就要煞。吟诗完，请你由牧师祝祷。一心的爱的要煞，爱的吟诗通是煞。我常常撒交杯，不望我记过智慧，哪里所做就是你，哪项叫做所假是，使龙共享了法度，才通望主保护，咸菜有。坎坷，吞论我可出脚步，困求天边是恩惠，你就相信我安慰，经过7年那艰苦，亲像恩典那回路，最艰苦无实际。你的安乐永福气。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照着主你的信息甲你的应允，主你欢喜施恩赐福你所有这的正百姓。但愿你照着你家己的话，你圣神不断来安尼启示阮，来光照阮。互阮会通照着主你的话语，阮照实安尼来行，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互主你因为阮所活出迄个谦卑、看无家己迄款的性命，就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你。互你的名，因为阮所活出来得到更较大的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阿门。请坐，列岛避讳。